这中华民国的火车哦，哪会万分百到这么离谱啊？这叫什么火车？牛车来嘛，比较紧。阿爸，莫着急啦，我等下伊血压若搁称悬起是要安怎？你看阿爸加穿这素西装哪款？有怕无？有。阿爸，你人飘偏吼，穿啥拢嘛好看，足歹啦。我二妈添丁哦，今日穿这素西装哦，完全拢为着要迎接我这宝贝的后生呢，我才特别去晓出来呢。唔是阿爸咧臭味的，拄则咱伫咧厝要来吃头无？迄厝面头尾啊，看到我，抓准讲是美国布里斯要来台湾访问的啊！哼，布里斯啥物人你知无？啊，就即摆美国上红迄个无？猫王啊，唱歌拢安尼，要不要吃到，要不要吃你啊？要不要吃啊？阿爸，你好啦！阿爸，你要紧啦！我叫紧啦！阿爸，大家来啊！大家来啊！阿爸，寿文，这边啊，一年无还，结实咯。嘿，哦，愈来愈像阿爸，缘投。哎，志明啊，这班火车怎么慢点了1个多钟头啊？哇，刚在车上发生几块代志啊，有陷阱抓人呐！陷阱抓人啊！这边，这个代志哦，你唔通插无，闪较远的就对啦。也若无，你安怎死你唔知影啦。阿爸，我是为你好咧，你自细汉哦，啥物拢甲我走第一咧，无论是考试啦、读书啦、这个运动啦，你拢走第一咧。独这个代志哦，你千万袂用甲我走第一咧，你甲闪愈远哦。这叫做我知啦，阿爸，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知进退者为英雄。你有甲我讲过真侪遍啊？哪有啦？我一年无讲啊咧。爸，啊，安怎？你去找啥？哦，我拄在车顶哦，是载一个查某囡仔，啊奇怪，那连一我头人都无去啊。安尼唔係走倒去啊！來，咱先等，再講，行。哎，這邊來，甲咱祖公啊拜一下啊！以後啉酒都完全靠你哦。林家中山仔說，我一定哦好好拍拼，光耀門楣。讚。阿爸，耶！我嘛要甲你拜一個。是，但你這囡仔是安怎啦？祖公喺邊啦，你拜了唔對邊去啊？我無拜唔着邊，我要拜人就是阿爸。哎呦，夭壽哦！你這查某仔讀啊歹技術啦！阿爸咧好，你是拜什麼拜啦？你要是甲阿爸哦拜翹辮子喲？阿爸，你這麼勇，身體這麼健康，要哪會翹辮子啦？我拜阿爸是要感謝阿爸，請我教我的溫情。若唔是阿爸你，我今嘛唔知影佫佇咧倒位流浪。哪有通啊？講讀到師範，佫做老師？好，算啦，但莫講這個啦。啊，你細漢哦，細漢時陣啊，阿爸就甲你抱來啉酒做新婦啊。但阿爸哦，一直嘛甲你當作家己的親查某囝同款。你早就啉酒的人啊，莫講這，好。瘦了，起来了啦。以後啊，就不要再說那麼多了。我們都是一家人啊，而且從小你就是我最親愛的妹妹。哎，什麼的妹妹啊？啊，你一直擱把瘦男當作妹妹？啊，不當作妹妹，還是要當作啥啦？啊，當作啥？還要問我？當然嘛是當作好看手，安尼知影無啦？哎，戇囝就是講，嘿，答安尼真好啊，看的啊！你看我咧，偌讚的兩個徛咧偌舒服咧。哦，阿爸，我吼灶骹还佫訂一寡物件，我緊來順順的吼。來，好，你阿爸講過你，啊，你的反應哪遐爾鈍啊？什麼歡迎啊？什麼反應？當然嘛是對查某囡仔反應。我實在真想無呢，親像恁阿爸呢吼，這麼漂泊的男子啊，哪會生落囝仔這樣講啦？唔是恁爸咧臭味的，較早恁爸哦像恁這大漢的時候，已經受夠笑啊！我凊彩安尼，嗰，迄雞仔母哦，看落是規大片的。只要恁阿爸哦，迄款的貓王，普利斯你知哦？迄款人咧自細安尼甲擺落去哦，迄查某囝看到我，大家攏嘛恨你啊！嘿，袂，這個代志哦，我一定要想一下辦法，好好甲你洗腦才會使。這。
到底今晚是在看啥？嘿耶嘿！今仔日我办这道吼，叫你刘伯甲各位来遮吼，完全是为着阮校的吼，即摆台医学科即要毕业啊，所以我心肝来欢喜。啊是讲哪会办到遮呢？实在讲吼，阮即个校的吼有够中和老师啊，啊我带伊来遮吼，是要来见识甲学习啦。下志明，来手拍开，咱来敬刘伯甲各位今仔会当来捧场吼，啊大家啉好打，啉好爽，有无？志明，你莫较打咧啊，不一定有通饲金鱼哦。哎，对，安尼才是查甫囝啊。啊，是我条件啊，你是志明哦，是参与老师咯。是安尼讲，拢甲伊母啊，你共款一寡好哦，拢无去顶着我啦。你刘伯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若是讲选你六买票哦，你上内行。啊，若来这个所在要啉酒耍查某，我林仔甜甜比你较内行咧。志明啊，学你阿爸安尼啊，面皮足较厚，有影无？志明啊，来这个所在哦，对这阿伯阿叔哦，你做你个无大无小，阿爸拢袂计怪你。也讲有啦，上好是甲阿爸哦，当做是你安尼去，安尼就对啊。好，来你嘛。志明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干脆将恁老爸的照片哦，拢总甲手过来。呀，莫讲手啦，若阮志明啊介意哦，我规个拢不互伊。志明啊，安尼你就甲我阿叫，当做你是什么英雄嘛？300叫啊！你若使乱来啦！啊，你煞袂记？昨暝你才教我尔，啊，即摆随到闹哪会用啦？条件啊，你无讲啥会知影啦？嘛是你甲伊讲要甲我送互伊的。毋是安尼啊，毋是安尼讲呀，我跟你讲啦，阮志明到即摆哦，还阁是在世的呢。啊，我哪会当互这老查某食遮好啦？哎呦，你别听听啦！啊，无你是咧讲啥？讲阮遮拢是老查某？你的目睭是叫哪目糊着哦？你啊看详细哦。当阮对一个小姐是老查某啊，哈尔啊水，搁哈尔啊少年，甲你看人比啊。哈尔啊古水，你看你的笑偌水的。哎呀，你爱老查某尔，你啊喊老查某吼，喊足快过我啦。不是，你我食袂下啦。啊，你到即摆才来啦？阮的店哦，生意是偌好的呢。啊，无你是安怎？阮阿强吼，伫你的身躯边甲你按来，你阁无满意哦？阿叫我绝对满意，是讲安尼讲啦。阮校的伫遮啦，一寡小的莫甲我落啦。我今日来遮吼，完全是为了阮校来咧。啊，你甲我叫我遮，你看。恁后生哦，我若查你查啊济啦。你看伊遐洗得，遐尔缘投，我根本来出去呢。哎呦，是讲吼，要按着恁后生吼，这个查某吼是拢无适合啦。对。你喝酒伫网底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安尼个行紧嘞，搁较慢，较紧嘞啦。来，你话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吼，要找恁个后生吼，我给你安排特别节目。哎呦，包君满意哦。是啥物特别节目啦？你也要知怎样来？好。有影无？拢有去的。哎，你是要死啊！你讲较大声，你敢知即摆警察掠落去呢？啊，你是要叫警察官掠？莫啰嗦，赶紧去吵去。啊唔着，倒酒甲啉酒啦！哎呦，真歹势哦，巴肚真枵呢。来，你话。啉酒啊！干杯！我还袂讲，你来知啦，你有偷听着了？你讲你啊？无啦，我是讲你少年啦，啊你遮尔优秀啊，我要找一寡优秀的，甲你较有顺过啦，是优秀，毋是有气。来，各位阿伯，真歹势哦，我酒量较无好，我请来变错一下。怎么样？安怎？你吐呀？来，阿爸出来。哎，大家免客气啊，先啉。来，啊，倒是要紧的啦。啊，无要紧阿爸，你心里比我念就来。较细腻啊。啊，你遮袂啉有影？你也是。哎呦，哎，小姐，你就是新来有去哦？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我这落吼白玉楼站遮久啊，咱唔好看你这款的江山美人啦。
来，你来阮这间坐，来，免客气啦。我跟你讲，虽然你唔是啥物幼气哦，但是遐幼气哦，甲你这款肉蛋根本都袂比你啊！来，来，你来这些。哇，谢谢好酒平安这啊！李六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款的 size 哦，甲我较适合哦，你无效哦。是，我你较有智慧。这款的 size 啦，哦，幼面 Q 弟弟哦，这款的品种哦，这款的寸种，台湾即马无咧出产啊哦。这叫做国际牌啦。李小姐，这个名哦，你叫什么花名？我叫姚姬啦。妖姬哦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我叫做霸王啦，啊，这个霸王配妖姬哦，上适配啊咧。这个，这边，互妖姬小坐，妖姬，遮坐。来，甲我这朋友哦，倒瓜茶，挨下煮一个啊。你有咩？3块有水。你在叫我酒精啊？来，我紧啦。妖姬啊，我今仔日带阮囝哦来这是要开眼界啦。啊，我准备哦无要落海啦。啊，但是哦看到你这个妖姬了后，我咧想餐1.25蒙拉兼洗裤。无啊，你是啥物1.25帮他兼洗裤？即款不三不四话你讲会出来哦？你实在吼歹鬼带头呢，带后生来遮开查某找幼气的，即款代志你做会出来是你好脸哦你。有个性。哦，参像你这款车查某，真合我的个性。来，过来啦，我揽一个，我จิ้一个。你想哪啦？无要紧啦。你是？什么你是啊？你是妖姬啦！妖姬啊！这是阮后生志明啦。打尾哦，大学毕业哦，伊也考要毕业啊，要像咱国父孙中山先生安尼，后摆要做医生呢。志明，你好。你好。阿爸，你是妖姬？真有可能啊！来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即摆有淡薄仔变化啦。这正餐哦，也袂少啦，这个点心哦，先来啦。正餐也袂收，点心先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足简单的啊！正餐就是迄妈妈桑甲你准备遐有气的无？啊，若点心就参像这款的啦，临时炒回来肉蛋啊。啥话啊？你讲我是点心哦？点心好啊！阿爸，你怎么可以对这位高贵的女士这么无礼呢？是什么？你称呼伊有做高贵女士哦？哈？啊，枉费啊！枉费安尼，恁爸带你来这所在要练功夫呢？啊，你叫……志明，我问你，你拄则安尼入来吼，啊，你目睭青盈盈安尼，两只目睭一直看遐拢无做啥，你哪个叫袂去哦？啊？哦，恁母啊早死啦，啊，你自细汉就欠这个母爱哦，所以你对这个较老的查某较有兴趣。阿爸，你莫乱讲啦！你安尼讲哦，对这位女士是大不敬的。是啥物的女士啊？这款所在无啥物女士啊！你阿甘啊，控鼓你呀，对啥物女士的尊敬啊？咱爸仔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叫查某，互咱家己爽快呢。啊，对啥物女士的尊敬啦？你读个歹去哦！你要互恁爸啊，恁要你气甲规班我都要夹起来。阿爸，我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，只是我真的没有办法适应你这一套。啊，你今晚是咧讲啥我算啊？好啦，你两个爸仔囝莫搁再冤啦。妖姬啊，今日这代志拢为你引起的，来发一杯。无啦，这不是你的唔对啦。无要紧啦，志明，今仔真欢喜跟你熟悉，我先干为敬。无，
宁啥？嗨，想要甲你这款猪哥老爸吼，搁来歹伫出好笋哦，生啊这后生遐尔优秀着，恁祖家有那烧好香，有保庇哦。你即摆是咧甲我讲啥？啊？爸，你拄仔敢毋是讲即个月有幼气？啊，毋知有几个幼气吼？鸡甲掠掠着，这恁兜的代志呢？你问我这个外人啊？阿爸，你这么做太不尊重人权，也太不尊重女权的啦！你甲我点名，你也知呢？今仔这个场面完全是为着你呢，你知影毋知影？真歹势，我先失陪啊！你搞大了，这边啊，这边啊！哦，你这个妖鼠女，你为什么我气死？哈，来这种酒家啦，你讲什么人权女权呐？我有他较歹去啊！白我气拢有影气死。姚姐啊，你快紧坐落，坐落啊！对啦，要坐啊！来，下坐啦，坐我的大腿顶悬啦，来，唔是啦。哎呀，做鬼啊你啊！更乱来哦你哦！哎，差头某，啊你真是甲恁爸扒落去？啊好，我今日要甲你输赢哦，我连互你断口死啊！哎呦，警察先生啊，拜托的啦，我遮无啥物有气的啦，这种有心歹志，我要哪敢趁啊？你若唔相信，啊无咱来城隍庙哦，就抓站街头啦，我遮哪有勇气的哦？我出来叫车弄着啦，无勇气妈妈桑啊，遐街头是唔通乌白站哦，咱站了伤济吼，你是会得到报应哦。啊无啊，啊无你是啥物人啊？啊你直直走出来，敢来甲我教死啊？啥物货啊？妈妈桑，你连你倒位走来你都唔知影，啊毋是恁公司疏散的？姚姐，我问你，你是倒来啊？中华民国妇女救援队刘秀兰，我变啊，我去拄着鬼啊！你今仔毋是拄到鬼哦，你是一个红旗派着小酒哦，你冤死的啦！报告组长，总共找到10名雏妓，全部藏在地下室。啊，我张组长，你们今天警方办事效率相当的好，我们联手出击，就有这么好的成绩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。哎，组长啊，选举也要到啊，这回华姐民主啊，卖一点动钱的啦，吼。袂个，叫人拢把你抓起来，尤其是这个。大佬，我带走啊！无，啥物我哪变做人我啦？嘿，我唔是人我来，大家冤枉啦！那这款有气的我连摸都无摸着，我是干嘛摸这个肉大尻川8人啊？啊，我嘛叫8人，我是受害者呢。带走。老师啊，你甲我会记啊？我若放出来，绝对无放你耍，我跟你没完没了啦！